到 Go Go 公好吧，我是怡姐，我是敏华。怡姐，我觉得海洋公园真的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哦，因为在海洋公园里头有很多的海洋动物。而说到了海洋，就是海泳，海泳就是海洋的意思。其实到这个海洋公园里面这些海豚真的会很多的技巧而且最重要的是，海洋公园呢也会借机教导孩子一些机会教育，告诉他们一定要保护动物、保护海洋，同时要珍惜海洋资源哦。我们刚刚提到的海豚就叫做海豚。海豚就是海豚呢。那其实，在海洋公园里头呢，除了海豚秀之外，我也很喜欢鲨鱼秀哦。其实一般人呢非常畏惧鲨鱼，但是呢，在海洋世界里头呢，其实呢，鲨鱼跟人类培养了很深厚的感情哦。而说到了鲨鱼，就是桑就是鲨鱼。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就是到海洋公园看海豚。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去海洋公园看海豚。去海洋公园看海豚。今天 Go Go 公哈巴呢，就带你到海洋公园去看看海豚表演。那世金哥哥，桑到底在哪里呀？就在那边。哦，我看到了。目前的话，全世界约有380种的鲨鱼。哇，这么多哦！那你们有没有海豚啊？因为我想看海豚。有啊，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吧。好，张开嘴巴。现在是要帮海豚刷牙，就是了。对，因为我们每天的例行性工作就是也有包含帮海豚刷牙，配合我们医疗训练，然后这样维持它牙齿的清洁。海洋公园逛了一圈，真的觉得好有趣哦。对，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要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哦。我觉得这个海洋公园真是百玩不腻。里头呢有好多的海洋动物呢，超可爱的，都会跟人互动呢。所以今天赶紧帮你复习一下和今天海洋公园有关的这些客家话。首先就是海洋了，海洋就叫做海泳，海泳就是海洋了。那在海底动物里头呢，我很喜欢的就是鲨鱼喽，鲨鱼就是桑就是鲨鱼哦。不过海洋动物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海豚了，海豚就叫做海豚。海豚就是海豚了，没错。今天要帮你复习的一整句话呢，就是到海洋公园看海豚。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去海洋公园看海豚。去海洋公园看海豚。今天 Go Go 公哈巴呢，就带你一块在这海洋公园的世界里面悠游一番喽。我们下次见，拜拜。